我係 Grant，嚟自 Blackmagic Design。我想同大家更新下咧，今年嘅 NAB 我哋有咩新產品？今日咧我哋有幾款新產品，我哋有新嘅攝錄機同埋導播器，仲有新嘅2110 IP 視頻產品，同埋好正嘅直播解決方案。咁另外咧，我哋會推出 DaVinci Resolve 20，今年咧係一個好大嘅更新，咁所以我哋有好多嘢要講解。咁我哋開始啦。首先我想講下備份媒體檔案嘅問題。咁而家咧我哋製作咗好多媒體檔案啦，所以我哋需要一個好嘅備份方案，同埋一樣可以同步到 Blackmagic Cloud 嘅嘢。咁所以咧我哋就推出 Blackmagic Cloud Backup Bot，呢個同我哋嘅 Blackmagic Cloud Dock 好相似。咁但係佢用以前嘅3.5寸硬碟，我拎出嚟俾你睇下，就係呢一部你可以見到佢係機架式設計，前面咧就有8個硬碟插槽，每個插槽都有個好靚嘅發光邊框，你只需要插入最多8個硬碟就得啦，好簡單，真係好易用。等我轉過嚟俾你睇下後面，咁你可以近距離睇到，你可以見到有4個10G 以太網接頭，所以網絡上嘅人都可以存取備份媒體，同埋做備份，仲可以同步到Blackmagic Cloud， 即係你可以自己做本地備份。Blackmagic Cloud Store 呢樣真係好方便啊！而家佢仲有個狀態顯示嘅 HDMI 輸出，同埋有個 USB 插頭俾設定用。另外咧，呢個 USB 插頭可以好似用 LAN 連接電腦啦，咁所以你可以用一條普通嘅 USB-C 線連接電腦，然後就可以透過我哋 USB-C 線存取媒體檔案。咁我等我轉翻去前邊，好啦，等我插翻電源。我而家有隻硬碟插入去，呢度有隻硬碟。其實我哋專登咧係為硬碟設計咗個保護殼，睇落有啲似舊式嘅錄影帶，你可以放喺上面儲存。有啲似以前嘅 Digibeta， 我哋會生產呢款硬碟保護殼，會快上網站嘅價錢都會標明喺網站。而家等我插隻硬碟入去，咁你可以見到咧個邊框應該會着燈。而家個邊框咧，即係入檔案嘅時候會變紅色，讀取檔案嘅時候咧就會變綠色。有啲硬碟速度夠快嘅話咧，可以直接用嚟剪片，但係最緊要係佢哋好平，容量超過20 TB， 咁呢個先係最緊要。做完之後咧，你可以備份落隻硬碟度啦，然後拎翻出嚟換嗰隻新硬碟入去，你可以隨時更換唔同嘅硬碟。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快速備份大量媒體嘅好方法。新嘅 Blackmagic Cloud Backup Bot 定價為港紙12,250，咁當然你價格可能會變動，視乎關稅同埋稅率而定啦。而家開始投產，Blackmagic Cloud Store 1D7 人體已經支援新嘅 Blackmagic Cloud Backup Bot，